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日是6月25，也是拜五的时间。咱有缘伫上帝话内面来得到洗清气，互咱会伫上帝话内面来得到帮赞。望上帝来帮助咱。请咱大家来掀开圣经，咱来看今仔日主要对咱来所讲的话。伫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节到第7节。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节到第7节。望上帝来帮助咱，互咱对上帝的话会当搁较清楚的了解。逐工会当用5分钟的时间，咱来听候主的话，互主的话入咱的心内。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节到第7节。若会使，请咱做伙来读圣经；若无，咱有会使照着咱即个 PPT 会当来读。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节到第7节。兄弟啊，我将上帝所赏赐伫马其顿遮的教会的恩报恁知，就是伫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因的大欢喜甲因的极爽享有结过真因大的好心，因为我干净，因家己甘愿照因的力量，搁过头伫因的力量，恳切求愿，互因得到即个恩。来三甲有份伫服侍圣徒，搁毋若照阮所望，就是大声将本身献互主，也对上帝旨意献互阮。所以，阮肯提倒伊，既然有提倡即个恩惠伫恁中间，就着照安尼互伊行。当恁着凡事亲像信心、口才、知识拢总的热心，以及恁的听阮，才会使既然充满，就伫即个恩惠也着充满。阿门。愿主上帝祝福咱所读的话。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所看即个哥林多后书的即个所在，是保罗先生伊对即个哥林多的教会一个勉励甲劝勉。伫早前的时，教会当成立的时，有完参像咱即马即个时代共款。教会有真侪代志是需要去帮忙，互相来去做的。特别是伫每一个所在所建立的教会，咱若看伫圣经的内面，伫使徒行传的内面，有真侪教会被建立。甚至即个哥林多的教会是保罗先生用真大的热心伫遐来起造甲建立的教会。包括伫内面所讲到即个马其顿的教会，这拢是伫欧洲的即个教会，总是伫教会甲教会内面有一寡代志是咱需要去知影、需要去帮赞的所在。欠赛伫以早的时代，有真侪教会所伫的所在，有偏远，有即个即个无法度通生产的即个时间，也是无法度。参像咱即马有真侪人无法度去上班，无法度去真侪即个煞去到任何的所在去旅游，也是去做啥物款的事工。伫以早前的所在，伫以早前的即个教会内面，有真侪教会当着即款的情形的时，拢是另外一个教会会当来帮助伫即个有困难的教会。所以保罗先生将即个马其顿即个教会因的热心来保护遮个哥林多的教会，通知影，互因知影讲马其顿的教会因怎样来帮助伫即个远远的所在。欠彩有圣经的研究讲，迄个时间伫耶路撒冷的教会伫拄着困难的时，伫即个迦南地的所在，迄阵当着偏远的时，所以真侪伫即个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信徒，因当着真大的困难。总是伫欧洲这边遮的教会，伫即个所在，咱看着讲马其顿的教会，因甚至因家己有送香，总是因有缘会当来捐献互遮个有需要的即个所在的教会的人。所以伊嘛劝勉遮个哥林多的教会的遮个兄弟姊妹，会当来帮助伫有需要的遮个兄弟姊妹。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就知，毋是干那咱的教会是咱互相教会兄弟姊妹爱互相相激励、相帮助。欠彩咱会当用一寡物件来帮助人。总是若伫别间教会，含咱共款是信主的人，咱伫主的内面，咱是真做一体的。
毋是干那咱家己好过就好，就咱会通来帮衬伫其他有芳园、有即个送香的教会，咱有缘会当来帮衬因。特别伫即个所在讲马其顿的教会，因虽然因运啊送香，总是因尽因的力会当来捐献互搁较有需要的所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望上帝来帮衬咱，彼此相疼，这是基督徒咱的表现，互人来看见，咱的内面有主耶稣基督的活命。所以，当咱若看见伫教会内面有需要的兄弟姊妹，咱若会当有尽力的时，望上帝帮衬咱。欠菜咱无一定有真好业，总是咱会当来帮衬伫因即个较有需要的人。所以马其顿的教会，因看见伫耶路撒冷的教会，因真需要的时，因有愿捐献即个金钱去到迄个所在来帮衬因。所以即个保罗也望即个哥林多的教会，有愿会当来帮衬伫即个远远的所在的教会，互因也会当得到帮衬。并且伊鼓励因讲，担忍伫凡事，亲像信心、口才、知识、拢总的热心，以及忍的疼痛，遮的事既然充满，就伫即个恩惠也着充满。上帝互哥林多的教会有真侪的丰富，包括因有信心、因有口才、因有知识、因有即个热心，总是保罗先生伊有愿望，遮个教会会当将遮个充满的遮个事。会当伫即个恩惠的事，也会当来充满。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望上帝来帮衬咱，伫恩惠的事，伫有需要的所在，是毋是咱会当来帮衬即个有欠缺的所在？即间教会若较强的时，是毋是咱会使来帮衬较弱势的教会？即间教会若较有剩的时，是毋是咱会当帮衬伫较无法度来即个较弱小的教会，互因也会当来健康？所以，望上帝帮衬咱，互咱会当来帮衬正教会。主的教会是共一体的，所以毋管是伫较大间的教会，也较细间的教会，主上帝的教会是一体的。望上帝帮衬咱，互咱会当有剩的时，咱有愿让帮衬遮有需要的教会。当咱送香的时，即个所在讲马其顿的教会，因送香，因有愿会当来捐献，咱尽咱所做的力，会当帮衬伫搁较有需要的所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望上帝帮衬咱，互咱成做一个有疼心的教会，会当互上帝来使用，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对外会当有疼心，对内有愿有疼心的一个教会。望上帝来帮衬咱，平安。